大家好，我係 Ice 啊。咁我今日咧係會帶大家去參觀一個咧，比起2021年嘅樓價咧，折讓咗近一半嘅特色單位㗎。咁呢一項物業咧就係位於屯門青發里嘅8號。咁咧佢命名為昆侖，係由華懋集團發展而成㗎。咁屋苑咧喺2012年開始落成嘅。咁呢一個屋苑咧由38座嘅分層戶單位啦，以及係由15座嘅洋房單位組合而成，總共咧就係供應咗91戶嘅單位㗎。而呢啲單位嘅實用面積啦，由2100尺啦至到去2788尺。咁佢哋嘅戶型啦，涵蓋咗3房至到去4房，而均一所有洋房單位咧都係一個4房嘅間隔嚟嘅。咁呢個屋苑咧仲設有住客會所啦，有泳池啦，有兒童天地啦，以及咧係有寵物天地㗎。咁目前呢一個屋苑嘅管理費咧，大約係5蚊左右嘅。咁其實目前咧呢一個發展商咧，佢哋出售嘅單位咧，比起當時折讓咗接近一半嘅價錢，大約咧係去到9000幾蚊起嘅尺價，咁可以住到一個特色戶嘅單位，仲有連埋天台添。咁其實我哋睇翻過往成交啦，咁近期呢邊嘅租務成交咧，平均尺租咧係去到21蚊至到25蚊嘅水平，大約係6萬蚊至到6萬5蚊左右。以目前咧依家發展商俾嘅樓價嚟講咧，大約係有3厘嘅厘報㗎，而呢3厘咧已經係差唔多扣除埋管理費呢一個支出㗎啦。咁如果有興趣嘅觀眾咧，就記得喺訂閱咗我嘅頻道之後先參觀單位啦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嚟到呢一個3房3套再加一個書房嘅單位啦。咁呢度咧實用面積係2326尺，仲配備咗一個752尺嘅天台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即刻經過呢一個單位門口進入去望下啦。咁呢個門口一入嚟啦，旁邊咧就首先有一個客廁。咁再過嚟啦，呢個寬闊嘅走廊位置咧，呢一度咧就係工人房。呢間工人房嘅面積咧都相當之大㗎。咁出翻嚟咧，就會見到我身旁有呢一條樓梯啦。咁佢就可以上翻去2層嘅睡房，以及呢一個單位嘅天台部分。咁而身旁呢一度咧，就係一個廚房嘅間隔位置。呢一個廚房咧係可以有一個明火煮食爐啦，同埋佢嘅空間夠闊落咧，可以擺到晒雪櫃啊、洗衣機啊、蒸煮焗爐啊、酒櫃等等㗎。而我身處呢一個位置咧，就係一個飯廳啦，以及係客廳嘅空間，都見到咧係相當之闊落㗎。咁可以去望下佢哋嘅景觀啦。咁去呢一層客飯廳啦，都配備咗有一個玻璃趟門啦，咁可以出翻去呢一個單位嘅小型露台位置。咁主要咧都係望翻向呢一個屋苑嘅正門。咁客飯廳呢一層咧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即刻同大家上去1樓去睇下佢哋嘅書房以及係第一間嘅套房啦。依家咧就沿住樓梯上到嚟第一層嘅睡房樓層。咁呢度咧總共有2間睡房㗎。咁首先呢度係第一間。咁右手邊呢一棟門咧，就其實係呢一個單位嘅後門設計嚟嘅。咁我哋前方望到呢一個位置啦，可以仲有一個家庭客廳啦。
咁再穿入去咧，呢一個就係第一間套房嘅設計。咁首先咧，右手邊咧就有一組嘅衣櫃位置啦，可以做到一個衣帽間。咁再過嚟咧，呢度就係浴室部分，配備咗一個淋浴間啦，同埋有個梳妝鏡櫃。咁再過返呢邊咧，就係睡房空間啦。咁由呢一個視角望返出去咧，都係一啲翠綠嘅樹景，同埋呢一間睡房咧都相當之開揚間隔。咁我哋依家即刻沿住樓梯睇埋樓上嗰兩間套房啦。咁我哋依家上到嚟3樓啦，呢度總共係有2間套房㗎。咁我哋率先啦，帶大家去睇咗呢度第3間嘅套房。採光度非常之高啦，同埋有個大嘅落地玻璃窗。咁依家咧，再入去睇埋佢哋嘅套廁。呢個浴室咧都係配備咗明廁嘅設計啦，有窗比較通風一啲。咁依家出返嚟咧，我哋就去睇埋佢哋間主人套房啦。呢間主人套房超級大，其實門口一入嚟呢一個位置一擸咧，都係一個大型嘅入場衣櫃嚟㗎，可以收納唔少嘅衣物。而旁邊咧就係佢哋嘅主人套房嘅套廁啦。咁咧都係配備咗呢一個雙洗手盆嘅設計啦，仲配備埋有浴缸，一個企喺度嘅淋浴間啦。以及係後方有一個洗手間㗎。咁我哋依家出返嚟啦，其實除咗旁邊有一組大型嘅入場衣櫃咧，其實我正前方呢一度咧都仲有一組大型嘅入場衣櫃㗎。咁可以明顯見到啦，其實呢一間睡房咧，佢嘅面積咧係超過差唔多200幾尺，非常之實用。因為佢全部嘅間隔咧都係一個呈長方形嘅設計啦，冇啲凹凹凸凸嘅位置㗎。咁同埋可以望到前邊嘅景觀啦，都相當開揚。咁就唔會話樓對樓景啊，令到個私隱度降低啦。咁我哋依家咧呢一間主人套房睇完啦，咁事不宜遲，真係即刻帶大家上去睇埋佢天台部分啦。咁我哋依家咧繼續咧就沿住屋內嘅樓梯啦，繼續上去天台啦。咁我哋咧就由主人房嗰一層咧行樓梯上到嚟天台部分啦。咁呢一個天台咧嘅面積咧係有752尺，分開咗左右兩邊嘅。咁我哋率先咧可以望咗呢一邊先。咁呢一邊望出去嘅景觀咧就係呢一個屋苑嘅會所部分啦，包括咗佢哋嘅泳池㗎。而呢一邊天台咧，其實就擺咗呢一個單位嘅冷氣機機頭，咁方便之後日後咧自行可以作一個維修保養㗎。咁我哋即刻過嚟啦，睇埋天台嘅另一部分啦。咁我哋過到嚟呢邊天台咧，其實咧佢面積就大啲啦，同埋係呈長方形嘅狀態啦。咁適合咧可以舉辦唔同嘅家庭聚會嘅活動㗎。咁同埋望到我身後呢一邊嘅景觀咧，都係相當之開揚啦。咁可以望翻咧進入屋苑呢一個正門嘅位置㗎。
咁如果有興趣咧，今日我介紹呢一個物業嘅話咧，歡迎觀眾去聯絡我，索取更加多呢度嘅物業資訊啦。依家嘅價錢咧，真係比之前平咗接近一半㗎。有興趣嘅話就記得把握機會啦，因為咧呢啲機會就一閃即逝，只係得呢一個單位嘅啫。咁我哋中意今次呢條片就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啲咩意見嘅話喺頻道留言話俾我聽啦，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